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万嘅》，我是刘碧珍。今天现场有请到陈飞怡老师，飞怡，下面老观众朋友询问好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飞怡。哇，按讲嘅欣赏哦，谢谢。飞怡，对老太太介绍一下你是搞嘛嘅？我是教唱歌，我现在在玄奘大学唱歌。唱歌哦，错。从小就对表演有兴趣系嘛？错。那像吼，唱爱到几两年台头过后，读书是压力非常大。然后学音乐嘅人对爱到来讲吼，我知道讲听听书哦，好像他是有你外一行两条路，台地路乖乖的读书啊，你考太好一样。你要慢慢想到开始学音乐。其实吼，我爸爸妈妈从青涩的时节，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有在想说要让我学钢琴。哦，对，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1岁吧，挺岁了吧，1岁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就开始有一个那是生日会，然后就跟奶给姑姑啊，可以在 party， 对，然后奶给姑姑啊、阿姨啊，然后对，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募款。就说这是以后的学钢琴基金，对，说古时候岁嘅时节，嘿，妈妈就推爱去学琴，嘿，用讲起来就讲呀，爸爸妈妈对你有期待哈，因为你从这就要方面天分表现出来，还能用把我 TBR 来评。也不是，就是觉得那时候女生学钢琴很好，然后那我自己其实我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可能乖乖的小孩，所以躺发，然后就叫我学我就学，然后就觉得弹钢琴好像也很好玩，但是就是那时候就因为要学钢琴，所以你就要花很多时间练习。给你5岁就开始学吗？对，然后花很多时间练习，那你就没有办法跟小朋友玩。哎呀，是都很电影哦。对呀，所以其实我在小的时候虽然喜欢弹，但是我不喜欢学琴，因为要花很多时间练琴。我希望你个声音个甜心吧，你好声音都强用啊，好高呢。对，然后要花很多时间，可是要很坚持一种没容易。然后后来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国中因为就是后搞给阿布利卡胎，然后呢就妈妈就说好，那就停下来好了，对，就停下来好了。那停了之后就发现反而自己好像就开始会找一些压力的怎么讲宣泄的地方，然后就开始会去练钢琴，然后从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喜欢。意思就讲声音这些排后嘅课练点都知道讲辛苦，都唔是冇俾你去练，不过赶你去读书的时间，你回头就知道讲弹钢琴以后，就好像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真的要你去做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喜欢，叫你不要做的时候，反而好，那我来试试看，对。咁样变到讲你读国中嘅时，国中嘅时一方面读书，另外一方面还咧继续在弹琴，继续弹。这两时就有想讲考太好，我就要读。冇呢，就是爸爸还是想说，你女孩子还是要念书所以那时候就在升学班，然后就说好，那就好好考高中就好了。一直到了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念什么，就是我想要念生物，我又想要念国文，然后我就想着，想来想去就想，那既然我还是喜欢弹琴，那我来考，来试试看考音乐系。表示讲你去个对表演，还能讲音乐，还能有兴趣啦。这样你准备考试会非常的辛苦吗？你这是目标会当初呢？大学里面的音乐系，音乐系，对，所以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准备，然后就那个时候，因为本来就都学钢琴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学钢琴的人好多，会不会比不上人家？对，所以后来妈妈就讲，不然你去学唱歌好了，然后我就想说，也好，就试试看。我也知道，迄移民妈妈你要建议，你可能注意到讲你的伤以后。冇呢，
要按用讲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妈妈就我以前很喜欢自弹自唱啊，就一边弹琴，然后就唱歌，然后妈妈就跟我哎奇怪呢，我给你学钢琴学了那么久，怎么五音不全的感觉这样？那时候开始我就再也不在别人的面前唱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自信。那后来妈妈会说，哎，你去学唱歌是因为这样就不用买乐器。你就妈妈用压力方式来鼓励，就说你试试看，好，你就这样，我们也不用花钱买乐器，你自己就是乐器这样。那后来就想说，好了，那我就试试看，试试看。然后很幸运碰到的老师很棒所以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就找到自己的声音。你讲的五音不全哈。就是我的特征，所以我听好奇，这样是你按用好音乐、好唱歌，你现在那位好听吗？该欣赏好，吗？该欣赏我就跟我一个在投研给声乐的老师对，你投研同乡，对，多投研按用，大礼拜用听欣赏去哈，超，考上之后，你有吃到讲哇。人生音乐路的开展，很高兴吗？很开心啊，金环艺，然后而且就觉得好像找到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很有信心的事情。对，我觉得可能自己的个性还是喜欢在舞台上吧，虽然每一次上台都会很紧张，然后都会好像细胞死很多，但是就会轻烦意。唔讲係像愛用嘅話，應該講唔忙要你太好之前，應該就有機會講上台去表演咯。你還有印象中你第一擺上台表演嘅時嘅心情嗎？都緊張呢，都緊張。而且那時候好像就是弹钢琴嘛，然后对，然后很小的时候，先生这个时节，然后要弹，然后其实也好像也不太记得到底在干嘛，这样，就是老师叫你上去敬礼，然后弹琴就是敬礼这样子，对，跟按用你后来都太好的时节，就开始去主修去声乐，唱歌。钢琴边都讲不是主修，就副修，对。跟你这里讲一下，你都太好。音乐的时间有吗？在歌场中印象他什么事情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有一摆，就是在那个母亲节的音乐会表演，然后我唱一首母亲给妈妈的歌这样子，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好像有被自己的声音吓到因为我看到就是台下的观众他的就是有一个妈妈真的就是含着眼泪，几乎都感通，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我的声音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好像是去温暖人家的心里面这样子，所以鼓手亮黑爱。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的一次。菲你讲了了解好，我想问你哦，因为一般人冇了解音乐训练嘅过程嘛，我就讲唱歌嘛啥都会啊，所以简单用。不过我相信有都好高地都竟然係一個專門嘅行內，你哋嘅訓練應該有一道冇相同係你講，老本人冇了，外行人冇了解嘅。你學習嘅過程中有多乜嘅困難？你講，你用把你個練到講。我嘅聲音，我感覺做得感通你。係啊，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唱歌，每個人都可以唱好聽的歌，但是要把它唱的，就是能夠讓自己的聲音，要怎麼講呢？就是很圓潤，可以很自由自在的去表達你要自己的情緒。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難的一件事。感情，用版表演是要幫你感覺到安樣。對，不過太好3年生了擺嘅表演就幫你一個暗沉嘅印象。跟後來你對音樂呢畢業之後就去做音樂老師係，姓張。對學生變到教音樂嘅先生，身份嘅轉換，聽說要有一道神奇嘅故事。我想呢部分係咪等下個發表嘅時間，較詳細來談，很神奇看一下。好，所以說我想觀眾朋友聽到了下，應該一想聽你唱歌咧。唱歌，等下有機會嘅時陣聽你來
唱一两句哦。好啊，好啊。哇，唐亚嘅飞儿讲到了以后啊，想大家听说我挺想去听佢嘅声音咧，吼，还有佢啊嘅音乐人生有乜精彩嘅故事，下一段继续来听。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节目。今日现场有请到係一位音乐先生陈飞仪老师吼。飞仪他讲到伊对太好那个主修音乐嘛，毕业之后就可能就一顺利就往一个身份变到搞音乐嘅人吼。讲到呢边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家嘅经验。好啊。我到太好嘅时间，我是到东吴太好教书。我有一年教到一般嘅學生，就是音樂那個學生誒。我嗰兩時對音樂那個學生嘅印象，我知道講，有非常多嘅學生可能佢係從細就本木卡來批，可能有啲學音樂嘅收費啊，好難講。錯。因為看到有啲學生係種被警方講天之驕子上其他課我嗰兩時我係教同事教台灣歷史嘛。我上課時都係都冇衰，因為佢講排練都花好蠻多嘅時間。就講我感覺學音樂嘅聲音，學音樂嘅學生，確實咯一般嘅大學生有啲冇相同。你嗰種時要有安樣型嘅感覺嘛？你同學之間？衝因為我大學剛進去的時候，然後我感覺到怎麼講？我喺投演嘅聲音，然後我們有很多的同學都係台北人，城鄉差距，城鄉差距，然後佢哋講嘅發題啊，我都聽不太懂，對，所以就會好像有一些差距，在大一的時候啦，有感覺。好，我想唔管用吧，總之呢，你就經過4年嘅訓練，你也一順利就變到搞音樂嘅先生。你幾兩歲到那邊教書？國中，國中教書嘅經驗有乜嘅特殊印象嘅事情嗎？很可愛呢。要蠻講，聲音很可愛嗎？聲音很可愛。輕點一下。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在投演給屏南貴州，然後我教全部都是1年級的學生然後1年級的小朋友很可愛，因為他們剛從小學上來，都還沒有很唔啲條件，就甜，唔啲嘅上學嘅壓力有幾大，超，然後就都很可愛。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教個14個班級，按多青島嘅學生然後1個禮拜要教24堂課，哇哦，然後那裡面很多可是我覺得很開心，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學生都很喜歡蔥歌，然後每一次來音樂課的時候，他就說很開心，然後就說不用念書，我就說好啊，那你就來音樂課，我們就是很開心的唱歌這樣子。不過我知道飛兒講到兩個挺重要嘅，我感覺。一般那個中學劇團，嚇你講國小劇團嘅音樂課，本來就唔係培養專才嘛，應該本身有一個對音樂產生興趣，我知道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事情。一樣談起個飛兒，我講呢個係非常成功嘅音樂先生。你樣辦？我講一般嘅家長吼，可能就講有大問題嘅條路啊，可能就繼續做下去啊。我聽到就音樂老師退休，嘅你行嘅路好像冇橋用哦。你要辦法要按平穩嘅樣嘅音樂線上嘅路，好像以後老幾做了現在有老幾變化。講一下。後來我就去念了研究所，然後碩士班，然後也還在教，還在國中教定稿書，錯。然後結束的時候，我就給想啊，想說，好像我要這樣子教25年嘛，很快樂，剛好上很快樂，但是
好像我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事情。然后那其实我很喜欢，我一直很幸运，我碰到跟欣赏那个听鼓励你嘛，听鼓励爱。然后我那时候在硕士班的老师欣赏搞爱冲狗给欣赏，因为妈公就在想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说要再去继续深造？我觉得你好像你的嗓音啊，可能可以再做一些不，你给才能还可以做到中庸的事情。错。然后那时候，等下打岔一下，跟你莎士班牙还转到福大去读吗？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啊，那我也很想去试试看。那我也想去不同的国家去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对，所以后来硕士班毕业之后，我就去我就去美国，去美国，听到学英语的人，不见得会体现在去美国啊，他都有非常多人去欧洲，你用办法想到去美国？一方面是我觉得美国给怎么讲，它的系统，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适合就会用白讲。就是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事情的人。意思讲你想要学的，你比较之后，你发现美国的环境可能就在提供你按样去学习的机会。不说你现在美国。对，因为我的很多朋友他就觉得去欧洲，他是比较你要生活在那边，然后在生活当中去感受他们的那个文化的不同。但是在美国当中，它的系统它就是很清楚，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在教冲狗给世界，嘿，大概你一定要学到的，然后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的，然后你在诠释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就会让我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在学些什么东西，我欠缺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我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像是那方面，係嘛？幾種方面。你講到兩個想到吼，就講一般人對於學音樂，特別學聲樂嘅人吼，可能想講，係咪其他嘅就講我他適合詮釋的樂曲，還那個形式，或者嘛嘅嘛。跟你這種是出國之前就已經有想好兩方面嗎？有呢。你注意想講我做女高音還是講我做還要去做娛樂表演結合、劇場結合嘅？你這種是想到係樣吧？我嘅嗓音本來就係女高音，然後呢但我後來到了美國之後，我就發現到，其實我也很喜歡戲劇所以後來做很多事情，其實都會就是通過勞力嘅戲劇都會做一些結合，這樣子。畢竟他講到按樣型哈，就講一方面練嗓音，一方面開始對表演有興趣。不過人哋講，要音樂啦戲劇唔係單唱做練技術。非常多呀，種人生嘅體會，還你講老文化嘅結合。跟住來到美國，一隻按樣係完全冇相同嘅素材，有乜嘅文化當中嘅衝擊，還你講比較都有冇相同嘅素材嗎？其實冇相同嘅地方係我在美國看到在班上的同學，兩個同學只要欣賞給問題給時間，哇，他們都很勇於發表，其實講對講錯他們都不會在意，但是就是衝，然後很積極，我覺得是那個態度的問題，讓我有一個很大的冇相同嘅地方啦。還有就講，假使你做表演嘅時間，觀眾對你的回應，對，那個也是很不一樣的。第一美國嘅時間啦，我想就是他們怎麼講，受的訓練或是習慣，他們就是很習慣勇於表達他們的情緒。所以我記得我第一次在台上唱歌的時候，哇，我接受到的第一拜都美國嗎？第一拜啲美國表演嘅時間，那我接受到的那個感動真的是很不一樣。他就會當你在唱一些很溫暖的歌，或者是他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你就會可以在他們的表情就可以看到他們的感動，或者是你唱到他們覺得他們很有趣的地方，他們就會很直接的表演，就是怎麼講，表現出來他們的開心。跟你都美國第一拜嘅表演，你
表演嘛？噶你唱嘛？噶？哦，第一次我黑第两个台湾之夜在表演，然后呢，在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除了唱一些外文的歌曲之外，我一定要唱一首客家歌。哦，我记得我是唱落水田跟法苏哈法苏哈，唱了2条歌，大家嘅表就讲回音非常强烈。嘿，然后就有很多的外国人就来问我讲，你最后那2首歌唱给黑嘛该遗言啊，然后就说那黑客家。然后他们就说客家，然后就刚好有机会就讲，他就说哇，好美的一个语言，他就说我还以为你在唱那个法国小颂。菲儿讲到呢个，大家应该有同样的感想哈，就讲音乐嘅感染力，佢透過語言嘅外國人聽到暗號嘅想要受到感動，甚至話了問講，呢係乜嘅語言？我像菲兒在美國嘅開展嘅一個表演。我帶本大家用把嘢感通，下一堂節目繼續來談，先結婚一下。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今日現場有請到陳菲兒老師，然後大家分享佢嘅音樂人生嗬。菲兒頭講到在美國，要擺去上台去表演，我知道了段故事一神奇，就講你對個學生行出校園，等於講去參加一個台灣社團嘅活動嘛，台灣之夜嘅表演，我哋有2個好奇啊，哈，第一個好奇就講，你對學校地度行到社會地位，用音樂來參與社會，你有乜感想？還有你後邊有乜個行通？另外一個問題就講，你有冇會想到唱客家歌？其實我很感動，其實從學校，然後出來，然後碰到這麼多的那個客家人、台灣人啦，然後我就覺得，你也都美國那個地方？馬里蘭對，他就在那個華盛頓特區旁邊。聽到嘅客家人、客家鄉親，嘿，那時候為什麼想要唱客家歌？就是覺得，我覺得好像應該要有一個自己怎麼講文化嘅身份，嘿，文化嘅身份，而且他在台灣之夜嘛，那有些人他可能怎麼講表演的可能是台語歌曲，我就覺得嘿客家人啊，因為唱客家歌這樣子，所以我就唱了《落水田》這樣法蘇哈，那也很好玩，是唱完之後，除了有外國人跑來問你說，你係乜嘅語言嘅，然後還有一個客家鄉親就跑來，他就說。你是客家人哦，我是客家人啊，然後他就說，那你教不教合唱團？我就說，怎麼這麼奇怪的問題？接下來問合唱團嘛，我說我很喜歡唱合唱，然後以前有帶過一些合唱團，然後他就說，那我們現在想要成立一個客家的合唱團，我就想說。哇，我們現在這邊有這麼多的客家人哦。他說，對，我們這邊有300多、400多個客家嘅鄉親，嘿，我就想說，哇，怎麼這麼多？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然後開始跟他們工作之後，在唱合唱團之後，我就會覺得。你搞幾多唱歌啊？唱歌，做自費，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因為覺得在蜜櫃還可以聽到客家話這件事情。我真記得，我語冇得嘞。我記得第一次有一些那個阿公阿婆就說，菲兒，我想說，哇，好久沒有人這樣叫我的名字，哇，所以你後來就去參與那個客家唱團嘛？嘅那個工作你參與非常久嘛？非常久，冇，我要離開的時候，我們成立第15年。你講也係合唱團，哇，歷史很久，哇，我講起你都美國前後成翻一長嘅時間喎，唔係升5年哦，3年啦，3年，對，我要離開的時候是3年。你在美國差唔多3年嗎？1年，哇，好蠻長嘅時間呢。佢一樣講，一樣問好咧，就講
你是一张外国嘅學生誒，到美國，啊，以後有機會落台灣嘅鄉親大家就有連接，你開始來特別係你客家人嘅身份就來做那個客家嘅客團嘛。你在那個做那個團嘅過程中啊，你講學習吧，還你講表演，有遇到乜嘢神奇嘅事情嗎？就會覺得很感動啊，然後很好玩的事情是，我們在念歌詞的時候，因為我們常常客家嘅歌詞的嗰啲時間，然後那個阿公阿婆都會先買啊，先買發，先買給他發。對，因為其實後來就是小的時候，我係阿婆出胎耶，阿婆喜歡唱那個衝傘歌，所以我以前其實很多的客家歌都是跟阿婆。這個聲音是嘅回憶都阿婆唱過傘歌、客家歌，就回來，然後但是後來因為到了北部念書，然後到了都市念書，就比較少講客家話。他們機會，老愛強用，愛啲客話用羅馬拼音學落來嘅，愛蠻黑啊。後來真的我也都是這樣子，然後到了那邊之後，其實阿公阿婆就會搞你嘛，搞我，然後說你教我唱歌，我教你客家話。對，錯。我蠻神奇嘅。這樣嘅話，他用聽你講，你到美國做過神法研究，10多年，佢又係乜嘅經驗講？我轉來台灣，想來轉來台灣。因為其實到後面2、3年的時候，其實就會一直覺得，不知道，就自己的心裡就會有一種，好像自己是一個浮萍的感覺，就好像，美國唔係我嘅家。你嗰時在美國，你嘅工作正一咧專業嘅音樂人嘛？係錯。唔過你我知道講係種婆婆，有對上海轉來，係錯。我爸爸媽媽啲台灣嘛，然後阿公阿婆啊，然後我記得很深刻，有一次中秋節，因為我們家族很大，然後大家都喜歡就是在中秋節的時候聚在一起，然後要烤肉。我就記得那時候他們跟我視訊，那時候可以視訊了。他說：你想不想吃烤肉啊？我們現在在吃烤肉。那時候還目測都掉了嘞。對，就會覺得一種哇，我好久離開家裡好久了。這個冇老婆看你強嗨。嗰時候後來台灣那片有工作機會，你就轉來了。佢轉來之後，你嘅工作就一直在玄奘大學嘛。好，呢個係你教學嘅部分。下下來我來問你表演嘅部分。好啊，因為現在講我對你嘅第一印象，係很多年前有一出很多。福春家妹，我幾想時去看表演，我唔熟悉你。不過看了之後，我對你那個角色就印象特別去翻個表演手冊，看這個人到底是誰呀？哎呦，就還有就對你那個名就有印象嘞。哎呦，你再老太太分享一下高數還有那個上台表演，有冇個差別？有冇冇相同？搞書當然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學生一起玩。那鬆腿表演這件事情真的就是專業，就是工作。那但是我也很喜歡，因為也係我親好的事情。然後那我很喜歡在就是跟大家一起工作的時候，大家都是我記得哈，給福春家妹給時間，大家都好專業哦。然後我覺得可以在不同的演員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後導演也給很多的意見。那因為我係從國嘅人嘛，我唔係學戲劇的，那當然有很多的表演手法，那他們就會就是很不吝嗇的都會教我，很搞我，就覺得很好玩。這是你第一擺用客話表演那個音樂劇嗎？錯嘅，都幫我看到咧。錯，係第一擺。我蠻神奇哦。因為你家下轉來台灣，當然一方面教書嘛，另一方面還你繼續有在做表演。我想問下，就講你作為一個表演者，除咗當然上演嘅練習，還你講
音乐本身嘅掌握，你也提到讲还有一个表演嘅部分，你用班去训练自家，你用班去做两大准备。我会看青岛嘅天样，然后我也会看很多的表演，或者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用班去看来密心，我很喜欢观察人，对，所以我常常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人家可能窗户没有那个窗帘没关，我就会看说，这个人的这个家的装潢，或者是他的摆饰，可能凶，要给姑司，对，或者是我今天可能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妈妈跟小孩，他们中间的对话，我就会想，有妈该姑司底 boy， 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都说哈，我其实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因为我要教跟就是演员的声音表演这些有相关，那我常常就会给他们一个功课。第一件事情，我就会说，你去观察，今天可能你在麦当劳，吃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糖到马街会宽到马街，然后你去想象一下，可能从这个人的衣着，或者是他的讲话的方式，你去猜想一下，他可能生活当中他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给予马街故事发生这样子，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等于讲在头脑底度，你加有一个想象，你去排列一个小小的戏，你去去想象，然后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情节，有一个人物可能会用扮演表演。那像按样嘅训练，对你去上头来讲，应该也帮助蛮大咯。没错，我就会去想，对。那像有关非遗用扮演去想象，用扮演上头表演还有非常非常多精彩嘅经验。等下下一段节目，能够继续落大家分享。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今天节目现场有请到陈非遗老师非遗係個非常厲害嘅音樂嘅表演者你在台灣讀書之後又到美國，在美國申辦了4年，轉來目前在教書，同時係一個表演者。你聽下有分享你嘅表演嘅經驗嘛？我想講問一下就講你按樣表演經驗咁多，去過咁多嘅所在特別有非常知名的像美國嘅卡內基音樂廳都有去表演過，一到表演經驗地方有那個空間，有那個特別場地俾你印象非常深的嗎？當然就是卡內基那一次，對，因為那個地方真的是影夢影的殿堂，真的是殿堂。所以那時候剛開始接到邀請說要去卡內基唱的時候，然後想你也係詐騙集團吧？你這樣是沒想到講，沒想到啊，沒想到，我想這一定是詐騙集團，而且我就把那個信就刪掉了。真的哦。然後後來想想不對，如果說真的怎麼辦？娘做了虧，想原來是這樣。後來我就打電話過去。然後他們才說我是因為我們之前在一個比賽的時候看到你，然後就很希望就是說也可以邀請這些華人一起，我覺得那個是一個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經驗。對。然後台灣人講到講，你喺主辦單位裡面看到你一個比賽嘛，你這兩時除在學讀書學習之外，也有去參加比賽。有，我覺得那是一個讓自己很快成長的一個方式。唔過阿里也傲慢台沒錯。好，像對青島嘅音樂人來講，就講也嘅上映除喺台上嘅表演之外，留下來變到一個做嘅傳遞嘅過程，像咧嘅可能也係一重要嘅事情。你講非遺後來也做了一種音樂嘅展示名嘅主題講係你嘅音樂之旅，你用了旅程這個概念。唔過我做神奇嘅講，你也嘅有個副標講。旅行就係在溫暖的美聲地方去見到客家嘅腳跡。
你用吧，我想都要用客家。我也冇喺以为像你几只好些歌场，包括你表演歌场，你今朝表演过非常多冇相同语言嘅音乐嘛，意大利文嘅、马来英文嘅，听到都非常非常多。用版型去搞做个人专辑嘅时间，你会想过要用客家？其实係因為咧在客家嘅合唱團，因為真的是到了蜜桂之後，我才發現哇，我可以在不同的國家，然後居然可以唱客家歌，然後第一擺糖豆客家話的蜜桂，然後我覺得我印象很深刻，那個真的是起雞皮疙瘩，就是一種感動，然後才會發現說哦，客家話這個語言對我的那個意義在哪裡？那其實很感情。然後我就記得那時候阿婆有一個阿婆在講客家話對我講的時間，我就想到我的阿婆。哦，想到起家阿婆。然後就會一種哇，整個小時候的回憶都回來。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在做這個專輯的時候，我從高按到嘅語言有客家話，有意大利文，有德文，有對都不同的，有中文，有客家話這樣。那我後來才會發現說客家話這個客家話這件事情才是我自己的根。然後在冇相同嘅文化同語言嘅比較之中，你會確定講哦，你係嘅係客家嘅基那樣。所以那時候就在想說，我很想要告訴大家，就是客家話這個語言是一個很美的語言，然後即便是你聽不懂，你是美國人，你係蜜桂人，或者是其實你聽不懂客家話，你都可以去接受到這個語言的感動。這是我一開始的時候想做這張專輯的想法。跟你做兩種轉型，係用版你出批，包括講你地圖嘅歌嘅啊，還有講，這種是應該係在蜜桂嘛，知道嗎？從蜜桂。你在蜜桂留言嘅過程中，我也都曲啊、譜啊練習，要歌場花了幾多嘅時間？準備很多時間，大概有1年左右，1年。然後，但是回來錄音很快，大概1個半月我們就錄完，就是密集的進錄音室。對。那剛開始為什麼會選這些歌曲？因為宇威老師就建議，他說：既然你唱過這麼多語言的歌，哇，你大概號稱這樣子6國語言了吧，7國語言，有沒有想過把這些語言的東西跟客家話結合？我說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想法。然後因為我一直學的後給美聲唱法，那有沒有可能跟客家的一種方式做一個結合，做一個跨界的結合？所以我們就開始有了這樣的一個想法，就開始在籌備這個專輯。等於講呢隻專輯嘅出批過程中，請意味先生也本一度嘅聽書啊樣。哇，神奇哦！這樣後來呢個專輯，就講你做了之後，對你自己來講，這種回饋還是講那個意義，你知道係乜嘢？我覺得是真的在找回自己。爸爸媽媽應該挺歡喜哦，對，很開心，很開心，然後而且就是找回自己一個文化嘅根，對，然後像譬如說在專輯的專輯嘅題數，我去加下嘅詞，然後我就發現哇，這個好難寫哦。等下，你題數係阿妹來唱，對，然後其實來彈歌嘛。等一下，然後其實歌詞裡面寫的就是我遠渡重洋然後到美國去學歌唱，那才發現說原來其實自己的文化的根是在我們的客家情。哇，非常嘅按樣等於講呢條歌嘅，就是你在蜜桂神法嘅一個總結咧，嗬。然後發現講下歌詞唔係很容易嘅事情，唱歌呢較簡單，嗬。錯。節目之行都我見到梅神咧，嗬。應該來跟觀眾朋友談談你嘅歌聲。好啊。因為來分享一兩條歌誒。我想要唱一首倆首歌，係我阿婆唱嘅本藝堂嘅。哦，好。長山綠水好風光。好。長山綠水好風
光，山前山后百花香，安好景色无心伤，一心为到飞爱情路。哇，好棒哦！安子说，飞你现在条歌唱本来一个深层的感想诶，如果他讲到讲你学音乐，你搞音乐，很像落音乐当中你一只正音还是音嘅专业嘛。啊，唔过你睇现在条歌係伢阿婆，所以你声音是唱本你弹嘅。我本来讲音乐世界上係老神命、老人生連腔下嘅，然後你按到嘅表演，我相信講。腔樣嘅歌誒，佢無腔樣嘅時段，因為已經有無相同嘅生命嘅經驗咧。你聽到唱起來，你去甲感受，還是講跟他方式之外無相同。好像節目最美好，喺咪老太分享就講，對你來講，音樂老你嘅人生，對你嘅意義係乜嘅？然後你未來想要做乜嘅？好啊，其實吼，大概愛表演嘅時間吼，我就會想，就是好像也不是祈禱，就是告訴自己，好，告訴自己，我很希望禮拜嘅表演啊，用我嘅嗓音去感通你，然後希望我的聽眾能夠在禮拜嘅表演之間哈，就可以帶着一種一點點的溫暖，或是一點點的感動，走出這裡，然後可以讓他今天走出這裡的時候是帶着微笑。呀，我想了係熒光對我嘅意義啦。故說你下就講大飛上台之前，還係會有一紮有嘅想法，就講這不是個人的炫技，而是這個東西愛攞你嘅堂中，然後你嘅觀眾有一紮交流。唔過吼，聽到人講吼，上台表演嘅係我嘅係你點呢？我要幾種台上台下樣去，都還是有一個分級，有一個區隔哈。作為一個表演者，兩種經驗嘅區分。節目最面去做老太太分享一下嘛。好啊，我大概表演嘅時間，我就會覺得我嘅那個腎上腺素上升。OK。對，所以其實，在台上表演，我都是投入我所有的，用白講，我嘅熱情，我嘅心。我記得哈，我嘅我的老師，在美國的老師告訴我說，你在台上的時候，你就是要赤裸裸的。把你的心，把你的感情表達給人家，然後如果你有任何的一層紗或者是隔住的話，人家就沒有辦法接受到你的感情。太棒了！非遺裡面講嘅兩個非常重要嘅表演者，老去把心敞開。唔過呢，觀眾接受嘅人、欣賞嘅人要把心敞開，讓佢發出接受到這麼美好的訊息。今日非常謝謝非遺老太家嘅分享。安子說，要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下一拜真相兔媽嘅來飛。